持續之際，國際關注嘅焦點逐漸轉移到一個意想不到嘅調解者巴基斯坦。呢一個南亞國家既非中東傳統強國，亦都唔係區內衝突當事方，卻被美國、伊朗以至部分波斯灣國家視為可接受嘅中間人。到底巴基斯坦點解可以走到談判舞台嘅中央呢？美國、以色列同埋伊朗嘅戰事影響全球航運同埋經濟，近日傳出各方正試圖談判，而喺幕後斡旋停火嘅關鍵中間人卻出乎外界意料。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證實，美國同伊朗正係透過中間人巴基斯坦進行間接談判。有報道更加話，美以伊三方高層代表可能或者預計喺巴基斯坦會面。Our Prime Minister has used the word of facilitating, hosting. So I think let's stick to that, and we would be offering our good offices, irrespective of in what paradigm you bracket our role. The fact remains that we are striving for peace. We are striving for settlement of disputes,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s I said, our goal, if it is to be summarized in one word, that word is peace. The Prime Minister also alluded that, subject to the concur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he Prime Minister conveyed our readiness and indeed our honor to serve as a host to facilitate meaningful, result-oriented negotiations. 過去幾十年，中東重大衝突嘅標準調解國通常由西方大國、中東地區大國或者國際組織主持。巴基斯坦之所以喺今次衝突中積極介入，同佢嘅地理位置同埋歷史關係密不可分。呢一個南亞國家同伊朗接壤大約900公里，擁有繼伊朗之後世界第2大什葉派穆斯林人口，同伊朗保持傳統盟友關係，亦都係唯一擁有核武嘅穆斯林佔多數國家，而且並未設有美軍基地。同時，同佢歷史上嘅區域對手沙特阿拉伯維持長期聯繫，兩國舊年9月簽署戰略防務協議，令到關係進一步鞏固。巴基斯坦亦都被視為係美國歷史盟友，兩國早喺冷戰時期結盟。2001年，下個禮拜我去寶輪站睇埋爸媽啲集翻嚟呢度。19號星期2，250蚊可以用夢珠寶贊，就咁呢句得唔得？方面更加同特朗普個人建立密切關係，包括喺特朗普家族相關嘅加密貨幣等商業項目合作。特朗普舊年6月曾經喺白宮接見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係美國總統首次喺白宮單獨邀請巴基斯坦軍方頭號人物，顯示特朗普對巴基斯坦嘅重視。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5個官方消息人士話，自美以伊衝突爆發以嚟，巴基斯坦一直參與結束衝突嘅外交工作，包括喺美國同埋伊朗之間往返傳遞至少6項信息。報道形容，如果談判成事，巴基斯坦嘅國際影響力可能提升至自1972年巴基斯坦協助促成美國總統尼克遜秘密訪華以嚟未曾達到嘅高度。分析認為，巴基斯坦喺美以伊衝突中打調解牌，亦都反映佢嘅自身利益考量。除咗爭取喺強權博弈中維持一定嘅自主空間，亦都爭取喺國際社會提升外交地位。我哋聽日繼續世界觀觀世界。